若有人渴慕真理，需要盼望和能力，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拍手。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我们一起说：神站在这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神正在这里。我们要继续来拍掌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知道今天是补班，很多人很累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来拍手，让我们来打起我们的精神，我们要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唱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经历复活的生命，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忍耐到底，平心胜过一切恐惧，来赞美我灵魂的救主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再说一次，神正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事，再没有事能拆散我们，神与我同行。再没有事能夺走应许，神与我同行。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，神与我同行。不惧怕，不羞愧，都自由与他同行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与我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再说一次，神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最后一次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正在这里，拍手。将我们的拍手、我们的鼓掌、我们的欢呼，都献在主你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我们要继续来拍手。我们今天要用一首新的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要热情的拍掌，大声的拍掌，将我们的鼓掌都献到主，然后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在谷底赞美，在山顶赞美，在全心中赞美，好一种赞美。就算孤身奋战，唯独我赞美。这内如同大水，冲破所有仇敌。只要仍然呼吸，我就要到深沉配。
知道你能掌权一切。赞美是我呼吸，不只是声音。赞美大声呼喊，眼里歌都到达。只要仍然呼吸，我就要大声唱 Praise the Lord, oh my soul. Praise the Lord, oh my soul. 我无法沉默，因主你活着，不能隐藏在心中。来说。统管万有，赞美你复活，你胜过死亡，赞美你心事何等真实，赞美你超越这世上所有，赞美你掌权，掌管万有，所有，赞美你心事何等真实，再说一次，赞美你超越这世上所有，赞美你掌权。统管万有，赞美你复活，你胜过死亡，赞美你心事何等真实，赞美你超越这世上所有。Praise the Lord， 将我们的赞美献在主的面前。再说一次 ，Praise the Lord，Oh my soul，Praise the Lord。再说一次，主啊 ，Praise the Lord， 主啊，说我们要将我们的敬拜都交在你的面前。Praise the Lord, oh my soul. Praise the Lord, oh my soul. 我无法沉默，因主你活着，不能隐藏在心中。将我们的声音都献在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就在这里，与我们一同敬拜，与我们一同赞美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能够大声的开口。有时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灵魂，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口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我的灵让你牵引，我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圣灵，请你来，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面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
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们要更多来唱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贴近你，领我生命，只为你倾倒我所有。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贴近你，领我生命，只为你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我的过去。未来全然倾倒在你脚前，我的过去，我的未来。
所求，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今天这个晚上的时间是你的时间，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你而来。愿你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愿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愿你掌管我们的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个念头，愿你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。把我们所有一切倾倒在你的面前，能够蒙你的悦纳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你，愿意把最珍贵的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求你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众弟兄姐妹、亲爱的家人同在，不论在现场或是在线上，不论在天涯海角，愿上帝你的大能，愿上帝的手亲自来触摸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，我们在你的眼中何等的宝贵。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属神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，神圣的国民。我们这样子祷告、祈求、敬拜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拍掌，把荣耀来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在你要坐下来以前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说：上帝要大大与你同在。请坐，上帝要大大与你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恭喜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年过得很快呢，还是觉得很久呢？很快哦，而且呢，这个过年的时间呢，一年比一年还要快。在上个礼拜有个新闻，这个新闻呢，我相信我们应该大家都有关注到，有一个网红叫做什么小鸡，晚安小鸡，他跑去哪里？柬埔寨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去那边自导自演演了一出戏。这一出戏呢，就是他去跟大家介绍柬埔寨是一个诈骗集团的大本营。结果呢，他自己带了道具，自己导了演，然后自己找了演员，然后在那边演出一出他被这个诈骗集团扣留，然后呢逃出来，然后还被剪头发，还被衣服扒开，然后全身都是伤，结果呢最后呢被抓包，全部都是演的。接下来呢，他可能要被关，他可能要被罚，可能呢他要在网红界当中呢，就要退出，他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晚安小鸡，这个事件呢，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，想要追求的就是流量。你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吗？有没有？有 YouTube 的请举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如果你在经营 YouTube 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很注重流量呢？在经营 YouTube 的人，他很注重流量，但是呢，在教会服事呢，也会很注重什么？人数。那个流量就代表人数。越多人 follow， 越多人关注，他就觉得他越有价值。在一个教会当中，聚会当中，越多人敬拜，越多人一起在这边参与，他就觉得这个聚会、这个教会越有价值。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这样？这是世俗的人、世人的标准，但是呢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人数是不是最重要的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在上帝眼中，人数不是最重要的。
然后再对你旁边的网红说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流量不是最重要的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流量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。曾经，上帝也曾重用一个人，叫做扫罗王。扫罗他是被上帝千挑万选出来，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统。好，而且还不是民选的，是上帝选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扫罗呢，却选择跟世人一样的价值标准。虽然他长得比人家高，长得比人家帅，比人家高一颗头，可是他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口中、别人的眼中，以至于他都当上王了，都当上总统了，可是他很没有自信。所以呢，他还被世界很多的东西所吸引、所迷惑，以至于他必须用其他的东西来填满他自己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也很容易，觉得别的教会有这个，别的教会有那个，我们教会也需要有这个，我们教会也需要有这个。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，什么是上帝所需要的，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。这是谢谢这个帮我准备经文的同工哦。好，不过这好像是明天我要讲到的经文，好，不是今天这一场的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没有人能够夺走的敬拜。你的敬拜会被什么夺走？刚才我们都在这边敬拜，敬拜20分钟当中，你什么东西把你的眼睛夺走了？什么东西把你的心从上帝的宝座前夺走了呢？很多很多，好，而且呢，不一定是你今天的工作，不一定是你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，很有可能就是在台上，好，或是在台下，或是你旁边，或是你可能觉得这个音响、这个声音、这个冷气、这个地毯、这个味道，都有可能把你对上帝的敬拜夺走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好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敬拜之夜，你的敬拜是最好的礼物，献给上帝的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的敬拜是献给上帝最好的礼物。你的敬拜是上帝最看重的，但是万一你像晚安小鸡一样，你是一个演出来的；万一你的敬拜是一个自导自演；万一你的敬拜是一个配合演出，在上帝的眼中有没有价值？不要说上帝的眼中，就在台湾人、世界连柬埔寨的眼中，这都是没有价值的，甚至还是违法 illegal 的。我们上帝要的是真的，不是配合演出的。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成为真的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每一次的敬拜，每一次你要敬拜上帝、参加礼拜，你要来聚会，如果你的聚会、你的敬拜是配合演出，你就要记得晚安小鸡它的下场。但是如果敬拜是真心真意、诚心诚意，这个敬拜非常的有价值。过去牧师在迦南教会担任青年牧师的期间，很享受的就是每一次周六礼拜、青年礼拜，跟着年轻人一起做礼拜的这种心，这种心，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在旁边的人，大家都是真的用心在敬拜，所以这是不管这个敬拜的时间多长，聚会的时间多长，或是不管那个礼拜再累，但是每个人都是真心的要来敬拜神。我也不是说今天大家没有，今天我来到迦南教会，我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真心的要来敬拜神，我觉得非常的安慰，也觉得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在年轻人身上还有继续留着这个敬拜上帝的血液，留着这个敬拜上帝的灵魂。他们对上帝是自动、是自发，而不是说我是来配合演出的，我是来串场的，我是被叫来，我是被叫到的。但是我也感到一方面，也有一些以前在这边很投入敬拜、很投入服事的年轻人，今天他们没有敬拜了，今天他们可能去工作了，
今天他们可能到外地去了，他们也没有一个固定敬拜的地方，是非常可惜的。上一次牧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，其实出埃及记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敬拜。你还记得吗？出埃及记就是讲到这一群人，他们到了埃及，已经变成奴隶的身份，但是上帝很神奇的让这一群奴隶，他们不再是奴隶，而是成为属神的子民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民。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，好，上帝提到，好，要在正月初一啊，这是犹太历的正月初一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，也是我们现在所谓农历，在农历的大年新春，你要支搭圣幕。什么是支搭圣幕呢？我们一起说支搭圣幕。支搭圣幕的意思就是要敬拜，它不是要你去真的去搭一个帐篷，或是真的你要去把这些所有的道具通通都要扛出来，而是你要用你的心来敬拜神。上帝要我们在一年的开始，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摩西照上帝的命令准备了这些东西，好，有约柜，有供桌，有灯台，然后有对的环境，有做对的事情，成为对的人。约柜代表上帝的灵在，供桌上面摆陈设饼，那个饼是要给祭司吃的，代表基督的生命。而灯台就是圣幕会幕当中唯一的光源，代表圣灵的亮光。而它所代表的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3个很重要的：爱神、爱己、爱人。好，我们也请大家说一次：爱神、爱己、爱人。敬拜就是表现爱神，而爱己就是你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。你有这个基督徒的样子，你才能够真的去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从跟上帝的敬拜来开始。所以敬拜、读经、祷告是基督徒很重要的3个核心。好，所以这3个核心，请大家也说一次：敬拜、读经、祷告。好，这是我上个礼拜来这边跟大家分享。牧师的责任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好，不要忘记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教导。所以牧师非常 enjoy， 就是每一次讲到都要把上一次的再拿出来讲，因为不要说你们忘记，牧师自己讲完了，等一下出去牧师自己也忘记了。所以我知道这是人的限制，人的软弱，但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一次一次的提醒到我们都会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基督徒最重要的3个核心，就是在会幕当中最重要的3个东西：约柜、供桌和灯台。所以敬拜是什么呢？好，就是这红色的3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说：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哦。只要对的人，你要先成为对的人，然后呢，到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，这就是最简单敬拜的定义。敬拜不一定要跑到基利心山，敬拜不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，敬拜不一定要跑到新加坡，敬拜不一定要跑到韩国，敬拜也不一定要跑到迦南教会。敬拜是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画面停留在40章的33节，他们完成这一切的工作，然后这个出埃及的后面就是有上帝的荣光来充满，上帝的荣光就停留在这个会幕当中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，就有上帝的荣光与你同在。阿们。上帝的荣光与你同在，这不是不是你自己知道，不是只有你知道而已，是连你旁边的人都知道，连你周围的人都知道。就像是摩西，他从山上带着上帝的话下来，他整个脸都发光。当他脸发光的时候，旁边人都知道。所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旁边人一定知道上帝有没有与你同在，因为你有把这3个核心：敬拜、读经、祷告都做好。这3件事情就会让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就有上帝的荣光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非常出名的故事，就是一对姐
姐姐叫做什么大，妹妹叫做什么雅，他们都姓什么马哦，他们都姓马。好，这是我们台湾的姓。马大、玛利亚，他们有一个弟弟叫做什么路？马路，不是，他的弟弟叫做拉萨路。好，拉萨路。这3个姐弟呢，在圣经好非常的出名。好，甚至约翰福音还记载了拉萨路复活的事情。马大、玛利亚，好，我们来看，当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和他的学生继续他们的旅程，到了一个村庄，那个村庄，好，我们从其他圣经就知道叫做伯大尼。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待耶稣到她家里。马大一个妹妹叫做玛利亚，玛利亚来坐在主的脚前，听他讲道。4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可是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多，心里忙乱，就上前说：“主啊，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许多事，你不介意吗？请叫她来帮帮我吧。”耶稣怎么说呢？主回答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操心忙乱，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最好的，没有人能从她手里夺走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，我们也要来用你的话语为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为身边的人的生命来为他们祷告。主啊，求你透过今天晚上这一段信息，再次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拜者，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我们这样子祷，亲爱的圣灵，也请你来带领我们进入主的真理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说马大、玛利亚还有个弟弟拉撒路，拉撒路并没有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，可是呢，在约翰福音特别用拉撒路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故事。马大他是在这个村庄当中，好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约翰福音知道，拉撒路死掉的时候，拉撒路生病了，而且并没有多久就死掉。但他死掉之后呢，全村的人都来包围在他们家中，所以表示这一家人他们的人缘好不好？非常好，甚至呢，好很多的人都一起跟着马大、玛利亚为弟弟拉撒路的死掉在那边哀哭啊，连耶稣他也为拉撒路哀哭。所以整个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，好就是在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里面只有4个字，那一节里面说什么？耶稣哭了。好，对，耶稣哭了。好，只有4个字。好 ，Jesus wept， 就是他流眼泪了。英文只有2个字。在圣经当中，最短的一节就是耶稣哭了。耶稣为谁哭呢？耶稣没有为他的爸爸哭，没有为他妈妈哭，没有为自己上十字架哭，但是耶稣却为这个家庭，马大、玛利亚的家庭，还有拉撒路，为他们来哭。可见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信主的人。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基督徒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开始。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还使徒行传圣灵还没有降临，所以教会还不算真正的开始。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之后，人才开始称他们是基督徒。所以他们是一群信上帝的人。这一群信上帝的人呢，他们跟这个伯大尼的村的人处得非常的好，做人非常成功。你从这张图画上面就可以看出来，是谁邀耶稣来他们家的？刚才我们读到的姐姐马大。马大为什么想要邀耶稣来他们家？因为姐姐知道耶稣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不一样的人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。甚至马大他都说，当拉撒路死的时候，马大还宣告说：“主啊，我相信信你的人必定复活。”好，耶稣说：“信我的人必定复活。”这句话你相信吗？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我相信。”所以马大他是一个对耶稣非常有信心，而且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，
他有能力使死人复活。只是马大不知道说他弟弟等一下就复活了，他想说将来他弟弟会复活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我现在信耶稣，将来我死了之后，我去天上，我也会复活。但是你可能不相信，如果哪一天我死掉了，等一下就会复活。而上帝让耶稣让马大、玛利亚知道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必要复活。然后耶稣怎么做呢？他就进去房间里面，旁边很多人说：“耶稣，你不要去啊！他都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了4天了，他的身体都发臭了，他的身体都臭了。你进去，这在我们犹太人当中是不洁净的，是不洁净的。好，因为你犹太人的规矩就是不能靠近死尸，死掉的人、死掉的动物在路边你都不能去碰。”你碰了你就不洁净，你不洁净，你就要去找祭司，你就要献祭，你要去买鸽子，你要去买羊，好，你要去献祭，去赎罪祭，然后你出来之后才能够洁净。但是耶稣进去了，耶稣进去之后呢，他就大叫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拉撒路，我们看到的拉撒路怎样？裹尸布，好，一圈一圈一圈，好，被裹起来。好，如果是按照那时候中东人他们把死人埋葬的方式，好，就是要抹香料啊，然后要防腐啊、防臭啊，然后裹起来。然后拉撒路呢，就是像木乃伊一样，身上绑着布条，真的就出来。所以这句话也让我们知道，死掉的人耳朵听得到吗？耶稣是把他拉起来的吗？圣经里面，耶稣是叫他出来。所以死掉的人，好，有时候，好，我说的是有时候，死掉的人，好，你还可以在旁边跟他说话，因为他的耳朵不一定死掉，死掉可能在我们今天的医院好的判断，就是你没有心跳啦，你的这个所有的心的功能都停止，但是耳朵，你身上哪一个五官哪一个可以闭起来？不能闭起来，讲错了，你的五官哪一个器官是不能闭起来的？就是你的耳朵。眼睛可不可以闭？可以。嘴巴可不可以闭？可以。鼻子可不可以闭？鼻孔可以闭起来。好，但是我们可以闭气。好，我们可以闭气。我有耳朵，耳朵一直是开的。上帝让我们的耳朵一直是开的，是要做什么？上帝给我们耳朵没有关闭的功能。你可以把自己的耳朵不用手可以把耳朵关起来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好，你的耳朵是全天候打开的。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撒母耳，他在半夜小撒母耳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听到有人在叫他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样连续3次叫他，连你在睡觉耳朵都没有办法关起来。上帝给我们耳朵没有开关，是要我们留着随时听他的话。阿们吗？上帝要我们随时耳朵开着，就是要听他的话。但是我们的耳朵都在听什么？好像我的儿子，好像我的女儿，好，他们动不动呢就是拿耳机塞在耳朵里面，好，都在听啊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，好，就滑呀滑呀滑，听啊听他们的音乐，看他们的短片，好，然后听他们想听的。我们今天用很多东西来满足我们的耳朵，但是我们的耳朵有没有留给上帝呢？马大、玛利亚，姐姐邀请耶稣到她家，姐姐非常的热情好客，所以呢非常的忙。她可能不是在她的 schedule 里面，可能不是在她的行事历计划当中，但是她知道耶稣和门徒经过他们的村庄，所以呢她就硬把耶稣邀来。这个姐姐真的很厉害，耶稣有他的目标行程。可是呢，他把耶稣和门徒带来了。那耶稣有12个门徒，而且跟在门徒后面还有小门徒，所以搞不好是几十个人就来到他家。他当然要准备好这么多的东西。几十个人，就算没有几十个人，也有10-20个人，10-20个人进来他家，好，他就要招待接待他们，这样才有像客人啊。所以他就是这么样的热情，这样的热心，以至于呢，他的弟弟死的时候，很多的人都到他们家去。在迦南教会，你有没有认识这么热心的人？在我们的青年牧区当中，
你有没有认识这么热心的人呢？我想也是有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么短的经节当中，马大、马利亚他们忙的事情呢，却让耶稣点出他们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，玛利亚姐姐马大，一直忙在准备东西；妹妹玛利亚只有做一件事情，坐在耶稣的前面听耶稣讲道。而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心里就开始忙乱。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很忙乱？因为你昨天才开学，现在刚开学，会不会觉得心里很忙乱？现在很多都不是学生了，今天礼拜六。可是如果你真的下礼拜要考试，或是你下礼拜要交报告，下礼拜有企划好要做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开始，哎呀，我时间不够了，我要赶快加班，心里面就会开始忙乱。然后呢，马大一忙之后，他就上前对耶稣说，这3句话代表马大没有办法成为对的人。虽然他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，可是马大他没有让自己成为对的人。就这3句话，要做的事情多。刚才说马大在做什么事情？准备20几个人要吃的东西。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带小组，下午有带小组，当你要准备开始带小组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我要赶快准备好，让大家来参加小组，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些好玩的开心的然后分享所以你要开始要准备。马大也是让大家叫来我家，一定要让他们吃得尽兴，喝得开心。做的事情多，但是我要问的是，什么事情是见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？让大家想3秒钟。什么事情是当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？想到了吗？有没有人要分享看看？还想不出来？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想过，从今天开始你要练习，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都要与主当头对面，面对面。你见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什么事情？对不起，是打错了。什么事是其实也是可以的。什么是见耶稣时不一定要做的事情？就以今天晚上，你现在在迦南教会参加周6礼拜，什么是你来参加周6礼拜一定要做的事情？就是你的人要来。然后呢，你的心、你的耳朵，通通都要带来。然后呢，可能这个敬拜要求我们拍手的时候，你要跟着拍手；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要跟着奉献。但是，什么是我们来参加礼拜不一定要做的事情？拍手一定要拍手吗？没有奉献有关系吗？我们没有坐在第一排，没有坐着可以吗？没有穿规定的衣服可以吗？这个问题是让我们去思考，用耶稣的眼光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像马大一样，如果问马大他一定回答说，一定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桌子都排好，然后吃的一定要排满桌，饮料绝对要澎湃，绝对要让大家尽兴而归。这是马大来说一定要的。可是呢，玛利亚呢，她说，我一定要的就是要坐在耶稣的前面，我要好好的听耶稣他要说什么，他要讲什么。对玛利亚来说，这才是他一定要的。所以玛利亚选择不一定要在厨房，玛利亚选择不一定要排桌子排椅子，玛利亚选择我不一定要做其他人叫我做的事情，但我只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。而马大继续看下去，他因为觉得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板凳，所以手忙脚乱，忙不过来了，心里忙乱了。所以呢，同样再问一次，忙乱代表什么？做不完啊！如果你做得完，
就不忙了。好，譬如说今天晚上牧师要讲到，如果投影片还做不完，哇，我就没有时间好去做其他事情。但我昨天就把投影片做完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今天就不用再花时间。那我今天这个时间，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，我就可以先去约别人，好，就可以先去探访，然后呢，我再来参加聚会。那种心里面的忙乱是不一样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如果考试你都准备好了，报告都准备好了，工作你都准备好了，你就说，我是准备好。好像我以前念大学、读大学的时候，参加考试，就是看到已经都看完了，所以去考试的时候呢，根本就没有看书，不用带书。但是其他的同学呢，他们就会怎样？赶快考试前5分钟，赶快再翻，能看多少算多少，表示说，还没有看完。马大因为他认为这个一定要做，但是偏偏又做不完，所以他觉得一定要做完。可是玛利亚，她的价值想法不一样。见耶稣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做完没有关系，我见到耶稣比我把这个事情做完更重要。所以玛利亚她决定没做完的，可能本来这锅汤是玛利亚在负责，可是她觉得我可以坐在耶稣的前面，跟耶稣在一起，听耶稣说什么，比我把这锅汤煮好更重要。所以不管了，他就不做了。玛利亚完全没有在那个忙乱状态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来见耶稣，你知道你要忙什么，更好是你事先都把它做完，事先都把它准备好。如果今天你是要来参加礼拜，周六礼拜、主日礼拜，你事先把你心里面忙乱的事情都先处理起来，都先把它做好。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更专心的礼拜呢？而不是说，牧师你也讲太久了吧？牧师今天什么时候聚会要结束？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情？我要赶什么？你就不会有这些的东西把你的敬拜夺走，把你的敬拜就夺走。本来最有价值的东西一被夺走之后，这个价值就不见了。最可怕的是，马大要做的事情多，心里忙乱，然后呢，第3个步骤就上前说。如果耶稣在这边讲道，然后你就跑上来，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说什么？我的妹妹没有来帮我，好，你不能叫她来帮我吗？”如果是耶稣在这边讲道，不要说耶稣了，牧师在这边讲道，圣夜你会跑上来，牧师报告牧师，我要上厕所，绝对不会啊！如果是耶稣在这边，你会这样子吗？不可能。可是当耶稣在房子里面讲道的时候，马大跳出来，所以你知道马大他做了什么不聪明的事情吗？他打断耶稣的讲道，介入。为什么介入？因为马大振振有词，他说：“我妹妹在这边，好，我在这边忙乱，好，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，耶稣你都不 care 吗？你都不介意吗？”好，甚至他还指挥耶稣，叫耶稣去叫他来帮我把这些菜切一切，拿去炒一炒。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可笑呢？好，今天坐在后面的招待突然冲来前面跟讲道的牧师说：“牧师，你去叫另外那个人出去帮我做招待。”你会觉得太 ridiculous， 太夸张了吧？在做礼拜当中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要问的是，如果当我们有机会见到耶稣，你要很小心你开口那一句话是什么话？今天一开始就练习。如果有一天在梦里面，或是你在公车上面，在捷运火车上面，如果真的耶稣他到你的面前，什么话一定要说，但什么话不一定要说呢？我至少觉得抱怨的话，不要找耶稣抱怨。耶稣，你看那个人，这个小组长本来都是他做的，结果他不做，换我在做。你看
耶稣这个人好，本来他的服事都换成我在服事。这些话其实可以不用说，因为你不说，耶稣也都知道。但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，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后面，耶稣怎么回应呢？耶稣告诉马大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乱。”所以耶稣也知道啊，你在想的，头脑里面在想，你现在手在做的，腿一直在跑的，真的太多事情了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但是后面这2行我们来念，但是怎样？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，没有人能从她手中夺走。也是3句话，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刚才问的啦。当你见耶稣，不可以缺少的是什么呢？来到教会来做礼拜，什么事情是不能缺少的？其实从马利亚的身上，玛利亚她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，叫做全神贯注。好，我们一起说全神贯注。在敬拜上帝当中，很困难的就是你要 focus 在上帝的身上。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focus 呢？因为你很容易分心，而且现在我们这已经不知道是 Y 世代、Z 世代的人呢，越可以一心多用。你有没有同时开2个 YouTube 的荧幕看过？有吗？常常，应该说你现在看的 YouTube， 可能不止一次开2个，你可能会开几个？君毅都开几个？你只开1个，好，那很好，你还保持着全神贯注。有的可能会一次开3个、4个，这个也看那个，特别是看股票的人，股票呢一个荧幕不够，他再接一个，再接一个，好，然后一排的股票，然后呢哪边在上，哪边在下，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很容易分心，但是不可缺少的，只有像玛利亚这样专注在耶稣的面前。所以敬拜很重要的操练，你要怎么样专注？过去的人他们很容易保持专注，因为过去可以吸引他们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多。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看的一本书，他说呢，在我小时候，他说那时候的杂志说，大概是20年前，或是更久，30年前。20年前我们读1天的报纸，1天就只有1天的报纸。你那天把报纸的头版，因为我20年前那时候也是只能看报纸而已，你把报纸从第1个字念到最后1个字，这样一份报纸等于中世纪的人一生一辈子接收的资讯，你相信吗？30年前好了，你只要拿一份报纸来看，把报纸从头读到尾，看完了，等于中世纪，就是500年前，500年前一辈子他们可以接收到的 information， 所以他们没有接收到什么讯息。但是今天还有人在看报纸吗？今天你可能看的东西，你可能浏览的东西，听到的资讯，都已经一天是好几份报纸的量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，现在的孩子，这个大脑被开发的越来越厉害。今天的人，这个大脑的开发越来越早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所以你可以一心多用，一心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反过来说，虽然你的大脑开发的很厉害，反过来就是大脑一直被刺激，太单调、太简单、太容易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专注。所以今天最严重的惩罚是什么？对小朋友来说，手机没收，你觉得可以没收多久？陈汉，以后你生小孩之后，你觉得小孩子手机要没收多久比较合理？1个礼拜，哇，可能就会起家庭革命了。不过呢，牧师的小女人，
我们也曾经给他手机没收过，他真的是有超过1个礼拜，很难很难。现在的孩子，好，如果你给他手机没收1个小时，好，试试看，好，他可能会跟你翻脸，好，他可能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，好，这个是新闻吧？新闻报的啊，好，他去一个孩子，因为爸爸没收他的手机，他就打他爸，打到怎样呢？还去申请保护爸爸，去申请保护令哦，好，申请保护令哦，就是因为没收他的手机，好，所以这是现代人大脑接受很多的资讯，一段刺激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专一的一件事情上面，包括做礼拜。所以今天牧师要讲道也很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让大家要听牧师讲道，其实对你来讲太 easy 小 case， 你大概只要用你大脑的1/10听牧师讲道，然后你大脑的9/10可以做什么？你大脑的9/10还可以去排其他的事情。好，大概现代人将来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以后我们如果去牧养年轻人，我们去跟小朋友传福音，好，他们大概真的是都可以一心好几用。可是呢，耶稣告诉马大，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事情，你要对神全神贯注。生命记也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尽就是你要 do your best， 尽你所有的心意，好，尽性，好，所有的 mind 要去 focus 在上帝的身上。所以这对敬拜者来讲，就是第一个挑战。如果在敬拜当中有东西吸引你的注意，有其他事情夺走你的思想心意的时候，你的敬拜不知不觉的就在流失减少当中。但耶稣说，玛利亚她已经选择那最好的。那我要问，你怎么知道玛利亚选择最好的？你要 focus 在上帝的身上，怎么样叫做选择最好的呢？从玛利亚圣经路加福音它的记载当中，玛利亚她是怎么做呢？坐在主的脚前，听他讲道。好，这是路加写的。你要怎么样可以全神贯注？就是你的耳朵不要给它关起来，你的眼睛不要给它闭起来。好，闭起来没有关系，耳朵还在听。你的心不要飞出去，你的脑袋不要一心多用。启示录的敬拜是脸伏于地，24个长老伏在地上昼夜的敬拜。你觉得那几个长老伏在地上敬拜的时候，他们会像是晚安小鸡这样子的敬拜吗？在那边导一出好假的敬拜，他们不是演出来的，他们是真的匍在上帝的面前敬拜。所以敬拜的人，他为什么可以专注？就是一直让他的耳朵、让他的灵、让他的心保持对神的渴慕。我想要亲近神，我想要听神对我说话，我想要知道神的心意，就是玛利亚她所做的。所以她让她自己坐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当耶稣在这边讲道的时候，你觉得玛利亚坐在哪边？坐在那边吗？耶稣的脚要伸到那边去，他坐在这里，坐在主的脚前。你会做礼拜的时候想要坐这么近吗？其实我刚才蛮想建议说，我们第一排椅子好像离讲台太近了，好，可不可以后退一点？好，因为呢，每次我在这边站起来要敬拜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跟台上人是面对面的感觉。其实也不是，我是怕我后面的秃头被摄影机拍到而已。好，看到牧师有秃头，因为牧师年纪也大了。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讲道。好，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希望越后面越好，越没有人看到越好，越远越好。后面的代价是什么？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头啊，前面的人动一下，
旁边人扭一下，好，发出一个声音，你的眼睛马上就被夺走，你的敬拜就被夺走。唯有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夺走你对耶稣的敬拜。所以，一个真的愿意敬拜上帝的人，他会让自己在一个专心，不会被搅扰、不会被打扰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越前面越好，越前面越好。所以还记得过去青年礼拜、周六礼拜，我们那时候都跟年轻人、学生，其实就好像是你们的样子，好说你们要早一点来，而且呢要坐前面一点。然后呢，早一点还不够，好，这个开门有时间的，好，这个开门的时间到了，你才能够进去。所以开门之后呢，好，哎呦，真的大家就一直往前面跑，往前面跑，好，希望坐得越前面。这是一个敬拜的态度，想要更亲近上帝。但我也看过很多的教会，不要说开门，教会门都一直开的，整场礼拜门都开的，但是礼拜开始之后，大家才拎着早餐，然后慢慢的走，然后还边走边吃，好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还先跟旁边的打个招呼，好，然后好像他是候选人一样，先跟旁边的哈拉一下，然后才走进去。你觉得他是来敬拜的吗？他应该是来拜票的吧？他应该是来露个脸的吧？他应该是不是来敬拜上帝，他是来跟他认识的人说：“我有来啊，我在家，好，看到我，等一下点名的时候有看到我。”好，所以呢，点到我之后，礼拜还没有结束，他又拎着他的早餐又出去了，代表完成他的敬拜。这比那个晚安小鸡还要晚安，还要小鸡。好，这样的敬拜，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是没有价值的，因为你不是在敬拜上帝啊，你只是在做给人看的。敬拜上帝就要全神贯注，你要渴慕亲近，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讲完之后，整个故事就结束了。耶稣对马大说：“没有人能从他是谁？玛利亚手中夺走。”哇！如果耶稣也对你说这句话，没有人能够从林杰的手中夺走林杰婕妤。林杰是谁？拍谁？我的这个顿点顿错了，还好不是叫做林北。好，婕妤没有慕轩去哪里了？他今天在干嘛？上班哦。好，没有人能够从婕妤的手中夺走婕妤对神的敬拜。这一句话，如果从耶稣的口中讲出来，婕妤这一辈子，哇，就是对的人，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你也要一个祷告，上帝啊，我也要立志，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从我的手中夺走我对你的敬拜。不管今天是周六礼拜、主日礼拜，不管今天在这做礼拜是3个人、5个人，不管是300个人、更多的人，都一样。我对上帝的敬拜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关起门来，也不会有人夺走我对神的敬拜。这就是耶稣留给马大、玛利亚，让我们看到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但是回过头来说，马大重不重要？如果大家下礼拜来，大家通通坐在这边，音控那边没有人了，然后司琴那边没有人了，招待那边没有人了，然后奉献也没有人了，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坐在这边，好，那可能好，大家呢，我们这个整个聚会也都会乱掉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不要忙乱，每一个事情都要 order， 都要有次序，而在聚会开始之前就把它安排好。你要来聚会以前，就把你接下来下个礼拜、这个礼拜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做好之后，再好好的来礼拜。你就在这聚会当中，你就可以不会忙，不会乱，不会心里面一直急促，一直赶着什么时候才要结束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
不要让敬拜变得廉价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不要让敬拜变得廉价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全神贯注，像玛利亚一样。这张是 AI 画的，但不是我叫他画的，是我看到别人叫 AI 画的。这个玛利亚呢，这个根本就是电影明星嘛。他这个眼睛，这个眼神，这样子看着耶稣，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。你要一个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定睛听，侧耳听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其实不是只有在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每一天、每一个地方 ，anytime， 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当你在你的家中打开圣经，按照今天圣经的进度，好好的读它，好好的听，好好的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上帝就在那个地方。这边你就在那里支搭你的会幕，你就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。如果我们读旧约，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，以撒就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，雅各就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。他们在那个地方代表他们先成为一个对的人，然后全心全意为上帝做对的事情。但耶稣他喜爱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更成为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所以再次问，什么是你见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？这可能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是从玛利亚的身上一定要做的。当你见到耶稣，你不要说耶稣等一下，我先去银行存钱一下，好，那个本子还没有刷，耶稣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处理一下家里那只小狗小猫。耶稣等我一下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家人。这个是真的发生在圣经当中。有一个不知名的人，他本来有机会成为耶稣所重用的门徒，但是他只跟耶稣说：“耶稣等一下，我先回去处理我家里的事情。”这个人的名字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当你敬拜神、遇见神的时候，什么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？还有你敬拜神之前一定要做完的事情。不要等到在敬拜的时候才想到，哎呀，这个没有做，哎呀，那个没有做，然后呢，手忙脚乱，心里忙乱。哎呀，我还没有灵修，哎呀，我还没有去读经。还没有去探访，一定要做完。而这个是当耶稣来之前，当耶稣他再回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什么是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做完的事情呢？荣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耶稣来接你去天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读心理系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来接你的时候，什么是你一定要做完的事情？可能这件事情，耶稣要你大学要读毕业，你已经做完了；可能耶稣要你找个工作，你也找到了；可能耶稣要你成为一个小组长，你也当过小组长了；可能耶稣要你结婚，你还没结婚呢，快要结婚了；可能耶稣要你结婚以后要成为一个好爸爸。你要去思想，什么事情是耶稣要你，当他要来接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完的事情。这就是你的一生的敬拜，这就是你一生要对神的交账，这就是你一生对神要交的功课，你一定要做完。而最后，当你见到耶稣，什么话一定要说，什么话不一定要说，太多太多的话，但是你要现在开始练习。就好像如果我要去提亲，我要去娶老婆了，荣贤要去提亲了，然后呢要去见他未来的岳父，见他未来的岳母。见到面之后，你打算说什么？心理系的开始先想一想。但是你将来要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现在就要开始想，开始练习。
才不会到时候，耶稣，我告诉你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处理这个，先去处理那个，那时候就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好来到台上。今天的聚会好有一点特别，也没有多特别，每一场聚会都一样，但是特别的在于你是不是真的用心敬拜神。每一个人都真的用心敬拜神，这就是一个特别的聚会。但每一个人都变成晚安小鸡，每个人都来配合演出，每个人都是来这边当演员的。台上要我举手我就举手，台上要我唱歌我就唱歌，台上要我怎样就怎样，但是我的心根本没有在这里。这样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，对神来说，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一生的敬拜，1年52周，不过52次，10年520次，4年40年的话，2000多次。你一生能够有敬拜上帝几次呢？你一生可以在上帝面前举手祷告，用心灵来诚实敬拜他多少次呢？对我而言，我还可以为上帝举手，已经开始在倒数，因为我已经快要50岁了。我还可以敬拜上帝多久？我这只手还可以举多久？但是如果可以让我每一次的敬拜都是真心的，上帝也不会在意我手举得多高，上帝也不会在意我手有没有举起来。但是如果我举手举了40年、50年，可是我的心都在外面，我的脑袋都在想其他事情，我都像马大一样，一直在想，等一下要做什么，等一下要做什么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，你都没有把 focus 在耶稣的脚前的时候，这些敬拜都很可惜。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从玛利亚手中夺走。今天上帝把这个礼物交到你的手里面，今天上帝把这个敬拜的功课交到你的手里面，你要让谁拿去，还是你要把这个敬拜献给耶稣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就像是玛利亚一样，把最好的献给耶稣。这3句话送给大家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读。我要专心地敬拜主，没有人能夺走我的敬拜。我要用心地敬拜主，没有事能夺走我的敬拜。我要全心地敬拜主，没有物能夺走我的敬拜。请大家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天天你领我生命，只为你。再次打破这香膏。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天天你领我生命。对着耶稣来唱，倾倒我所有，倾倒我所有。愿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，永不回头。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刻，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把你对耶稣的敬拜夺走，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把我们的全神贯注，都用我们的手来献给耶稣。当我们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
不是只有嘴巴唱，而是你的心也要跟着唱。耶稣，我要倾倒我的心。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，从你的心里面唱出来，破碎我自己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。用我的呼吸，生命，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天天你领我生命。举起我们的手来说，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我的过去，我的未来，全然倾倒在你脚前。我的过去，我的未来，全然倾倒给你，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我邀请我们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全神贯注的时间。这个时间你不用去想任何的事情，只要想耶稣。在这个时间当中，你只要思想看着耶稣，听耶稣的话，让圣灵帮助你进入耶稣的同在当中。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，他说若有人打开心门邀请耶稣进去，他就要与他这个人一起坐下来。耶稣要坐在你的心里面，如果你预备好邀请耶稣，用你的心向耶稣来敞开，他要在你的心中一个重要的位置，他要坐下来，他要看着你，他要听你，他要对你说话。主耶稣甚至要牵起你的手，触摸你。不论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，不论你身上有任何的匮乏，不论你心中有多么大的困难、挣扎、痛苦和惧怕，当主耶稣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身上，这一切的疾病要离开，这一切的痛苦要离开，这一切的匮乏、一切的恐惧都要离开。就像玛利亚打破珍贵的香膏，用她的头发去抹这些香膏，涂抹耶稣的脚。她一边用头发涂抹耶稣的脚，一边用她的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。当主耶稣把玛利亚扶起来那个时候，玛利亚整个生命，不论她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
不论他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不论他现在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、挑战和匮乏，不论这个玛利亚是谁，但玛利亚的生命已经在上帝的手中，在上帝的同在当中，在上帝的荣耀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牧师要再一次鼓励你，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成为一个对的人。当你有机会来教会，当你有机会来敬拜神，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心来，你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敬拜他，不要让手机，不要让其他的影音，不要让其他的事情、其他的人的话去夺走你对神的敬拜。神要的是你的敬拜，不是要你人，不是要你的时间，不是要你口袋的钱。神要的是你的心，神要的是我的心，神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心。让我们更贴近神，让我们更爱神。没有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事、任何的物能够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唱一次这首歌，好好的去感受神，好好的对着神来唱，好好的对着耶稣来唱。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，这里会充满上帝的荣耀。阿们。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离我生命，只为你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就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倾倒我所有，是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弟兄姐妹，你认识一位叫做陈俊翰吗？认识的请举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不多。陈俊翰，他是一个有疾病的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他是一个不向疾病来低头的人。他用着他妈妈给他的鼓励，还有用着生命的韧性，他有这个身体上的缺陷，但是他完成大部分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完成不了的事情。他成为一位博士，他成为一位研究的专家，甚至去年、今年，他还要来代表选立法委员。但是他的生命是有目标的，他的生命是要活出色彩、活出亮光的。但是虽然他没有选上立委，但是2天前，陈俊翰因为感冒，然后呢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我有机会在选举前看到陈俊翰的本人。当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，一个讲话、写字、
表达都有困难的，但是他能够完成这么多的不可能的挑战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礼物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生命当成一份礼物献给神呢？有一天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什么是一定要做的事情？什么是我们见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做完的事情？什么是我们见耶稣的时候一定要说的事情？我觉得陈俊翰只有40岁，可是他每一天都尽他最大的努力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40岁，你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就算你现在80岁也好，摩西还是80岁才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不要成为马大，不知道在忙什么，要成为玛利亚。不管你几岁，你一定都可以活出上帝给你生命的祝福，生命的礼物，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成为对的人，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今天晚上你透过马大玛利亚的对话，让我们学习到敬拜的功课，敬拜的生命，还有敬拜的祝福。求你也让我们每个孩子听完主的话之后，能够把你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上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美好，让我们未来人生的道路可以活得精彩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见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做，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完，让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话一定要说，帮助我们去除那些不需要的，不论是在我们的教会，不论在我们的小组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学习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把那一切跟敬拜神无关的事情都把它放下来。只要是跟敬拜神有关的事情，都是我一生要努力要完成的目标。谢谢主耶稣，请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永远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请起立，我们要一起来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神。弟兄姐妹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们听过了马大与玛利亚的故事之后，我们要用更火热的心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，我们要来敬拜神，我们一起来唱。若有人渴慕真理，需要盼望和能力，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正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再火热一点吧，我们应该可以再热情一点吧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敬拜，我们拿出我们剩下所有的力气，我们一起来唱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！阿们。若有人忍耐到底，必心胜过一切恐惧，来赞美我灵魂的救主。一起来唱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
势能拆散我们，神与我同行。再没有事能夺走应许，神与我同行。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，神与我同行。不惧怕，不羞愧，我自由与他同行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这里，我们将我们的拍手、我们的欢呼都献在主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门！好，我们将时间交给教授。这次真的可以请坐了，因为我们要消息报告喽。对。我们今天的流程比较不一样，就直接跳到消息报告。好，但是今天的消息报告非常的多元，所以大家要认真听。哦，有人帮我破梗了。好，没错，大家还记得这个活动吗？对，这是我们在过年期间，就是在那个嘉兴，在 CNGH 粉专上面有那个手指小画家的龙来画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颁奖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在上次的活动当中有说，我们有颁3个奖。好，那先来颁第一个哦。好，第一个奖叫做龙飞凤舞奖。等一下哦，刚才衔接的太快，我要看小抄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奖项呢，是我们媒体组的同工，就是当做评审，然后就是经过公平公正，然后没有公开的投票，然后选出了这个就是创意无限奖。对，就是代表就是我们选出就是这个创意真的非常的令人惊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直接来公布这个奖项得奖的是，大家有印象这是谁的吗？好，这个是晨星的。好，那我们先，因为我们在今天颁奖的时候有准备一个非常厉害的奖品，那你就自己把奖品跟你自己上台来。好。今天的等下的得奖者呢，就是我们会有这个，你这个背带就是，听说这个背带来头不小，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新卢，他说听晨星讲的是他已经练这个毛笔字练了3天，然后才为大家写的，所以呢非常的那个得来不易哦，而且非常用心，所以呢也恭喜我们的晨星获得龙飞凤舞奖。好了，就是你这个奖项是创意无限奖，那你可以表达一下你当初创作的理念吗？我当初创作的理念就是因为我知道要背这个背带，所以我不想得奖。然后，可是我没有想到最后，不知道是我组员都想要恶搞我吗？所以他们都投给我。然后我现在说我真的没有投给自己，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想要带这个，我觉得很羞耻，但还是很开心大家投给我这样。好，就是等一下得奖者还有晨星，就是明天献诗的时候，你要带这个缎带来 ，OK 吗？要背着那个上献诗。好，那除了这个缎带呢，我们还要就是把那个你的实体创作的红包，然后印下来，然后变成的是可以展开式的红包。对，然后你回家的是自己 DIY 把它剪下来，然后照着缝线折。对，然后明天可以包给你一个不喜欢的人，这样没有？好，要等12年后才能用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谢谢晨星，恭喜晨星。好，
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奖项叫做龙的传人奖。好，那这个奖项呢，也是梅地族的同工，然后公平公正，没有公开的投出。这个你的创作非常好看，有用心的在创作的。好，那得奖的是星宇的这个，好，我们请星宇上台。星宇，好，请星宇上台。恭喜你获得龙的传人奖。对啊，我们也很想问，就是你真的是用手指画的吗？它是很细啊。哇，超扯！对，我们当初也是看说，哇，这个真的是，我们以为是那个，比如说触控笔还是其他道具画的。哇，真的超厉害！好，那我们也有就是你的展开式红包，对，可以自己 DIY， 然后明天献诗的时候，记得带这样的装备来献诗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恭喜我们的星宇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奖项叫做人中龙凤奖。好，那这个奖项就是我们在嘉南我那个好难念 ，CNGH 的粉专上面，然后是会众们大家都可以投票的，就是投出人气奖。但是这个人气奖呢，其实刚才必须说刚才的大家投的最高票其实是星宇的，但是我们一人只能得一次奖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选出第二高票的。好，那第二高票的是得奖的是韦恩的这个白龙吗？对，好，恭喜韦恩，一样也有那个心如写的毛笔字的缎带。好，跟展开式的红包。好，明天记得奉献的献诗的时候，记得带算账来。耶！好，恭喜3位得奖者。好，也谢谢大家，就是每个人都是热情的参与哦，就是好，那请3位就是可以那个再请三位上台一下，然后带着你的红缎带。要背着，然后我们一起合照一下。有啊，只是都太收拾太粗。1、2、3，2、3，3。好，还有人想要拍照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再拍照。好，谢谢恭喜以上得奖者，然后也谢谢大家，就是支持这个 Long 来画，就是我们其实这是过年的时候办的嘛，但是其实我们在接下来不论是什么活动或是节气当中，一样会有这个手指小画家的活动，所以大家在可以多预备自己的创意，然后在那个准时收看 CNGH 粉专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有很重要的消息报告喽。OK， 这个，大家知道下礼拜有什么元宵节啊？不，好，没事，自问自答。好，对了，下礼拜是元宵节啦，对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在下礼拜的小组时间，我们会家亲跟社亲们，我们会一起来。我有个特别的 special 的小组，就是我们会一起吃元宵，然后就是我们回到49号 B1， 然后一起吃汤圆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我们主办单位是家亲小组，那就是可以，等一下这边有点困难，我直接讲的，好，大家自己看。好，然后这边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家亲的同工，就是有敏媛，然后。